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书，我是现爱妈妈。特别圣诞节啊，我今日特别要来介绍记好朋友就是耶稣这条歌。这是外国歌，不过在台湾有无相同的演变。这条歌是安怎来到台湾的？这条歌若是教会内底咧唱的圣诗，嘛捌有添别款的内容的歌词，互学生啊唱。嘛因为安尼，这首歌才会这么普遍，这么多人知影。大家先来听这个音乐。这是我找到放送不免授权的音乐，因为这条记好朋友就是耶稣，伫线顶有真济版本，甚至有无同语言拢会当听到。我顶礼拜是无张伫看到李新元的论文，才知影这首歌是这么啊出名。对我家己来讲，这条歌是我一边的阿嬷上喜意的歌。阮阿嬷真早就过身，所以我自细汉伫对4礼拜的时阵拢会唱。我掠准这就是圣诗内底的一条歌，毋知影原来这条歌这么唱，伊毋若伫教会内底唱，也阁有真侪伫教会外口的故事。咱先来讲这条歌是安怎来到台湾。只有2条路线，我毋知影到底是倒一个先。时间拢差不多伫1920年左右。先来讲教会内底唱的圣歌，这条圣歌敢是外国传教士来的时阵就有啊？其实毋是，上早期长老教会唱的《永心新诗》也是1900年出版的圣诗歌，拢无甲这条记好朋友就是耶稣的歌词也是相同的音乐。江玉玲的调查伊就讲，1922年的圣诗才有这首歌，写的是罗马字的台语。伊第一句是唱“咱爱得朋友的安慰”，是过一冬，这首歌才佫改做“记好朋友就是耶稣”。迄时这条歌已经伫教会内底咧唱啊。第二玉牧师就捌讲过，伊读中英中学的时阵。学校内底敢若会当讲日语，毋过因的日本校长无限制学生啊去做礼拜。第二约就是去教会才看到规本用台语写的圣经，甲学唱台语歌，像记好朋友就是耶稣。伊讲这款白话佮文雅的圣诗影响到伊后来的台语写作。这条歌来台湾的另外一条路线。伊的歌词就甲耶稣完全无关系啊，是日本人教囡仔唱的歌。这条歌是1910年的时阵改写做日语的歌词，变做日本学校内底上音乐课的时阵咧唱的歌。歌名号做星之界，天顶的星，之世界的界。歌词是咧写天顶的星，就像人类的智慧。数量无限，亲像网相共，大家做伙去找这个智慧甲道理。这条歌嘛有写伫1939年台湾的青年团歌本内底。到底教会歌星伫台湾唱，也是日本这条星之界星，这我嘛无啥知影。毋过这条歌是为倒位来的？咱若讲歌词。本底是一首诗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。
这是1855年一个为爱尔兰移民去加拿大的人 Joseph Scrivens， 因为因妈妈破病，伊写这首诗来安慰因妈妈。伊家己无想到这首诗会留落来，是伊过身了，伊的朋友甲伊写的所有的诗出版做纪念，大家才有看到。后来咧编圣诗的时阵，有一个音乐家 Charles Converse 就替这首诗写曲，这条歌全变做伫美国、伫加拿大教会咧唱的歌。这个谱曲的美国音乐家嘛真特殊，伊是先去德国学音乐，佮转去美国读法律，变做律师。平常时有闲的时阵，拢替教会咧写歌。这条美国的圣歌，就对传教士去到世界各地，嘛伫无同国家拢有家己的版本。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了，甲原本日本时代青年团的歌，这条青枝界的歌词定写，继续伫学校互囡仔唱。伫过去的音乐课本内底，都有这条歌叫做《野餐》。这条歌的歌词写天气足好诶，伫有山有水的所在，甲朋友做伙开讲野餐。这个歌词到底是谁写的？应该是无人知影。后来刘元浩老师佮替这块曲写另外一套歌词，到底倒一年写的嘛无清楚。毋过伊是写互童子军唱的英语歌，嘛甲号做对国家尽本分。这首歌是甲童子军的名言拢写伫内底，就爱对国家尽本分，爱日行一善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。写这个歌词的刘元浩是一个日语老师，日语先生。伊的经历真特殊，嘛无啥好找，应该是甲战后的政治环境嘛有关系。伊是日本时代出世的人，去广岛文理科大学文学科读册出业。伊做过日本的海军。战后国民政府来了，伊回来台湾教日语，编教科书。伊嘛做童子军的训练老师。伊有翻译过袂少册，毋过上出名的是伊开一间中校日语补习班。这间是过去袂少研究台湾史的人会去学日语的所在。伊捌去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遐开课，特别教遮的研究员学生安怎读日本时代总统府的公文。其实伊替童子军写袂少歌，英语歌是内底一条，所以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这块曲，无论是日本时代，也是伫战后，拢变做国家政府摕来教育囡仔的音乐。佮刷落来，音乐家萧泰然嘛替至好朋友就是耶稣的歌词，佮另外写一块曲。伊介绍的这条伫教会的合唱团嘛时常咧唱。萧泰然伊出世伫凤山的一个长老教会家庭，伊的阿公就是传道师，伊是自细汉甲伊妈妈学钢琴，伊妈妈是去日本学钢琴的。迄时规个高雄敢若2台钢琴，一台就伫因兜。到伊高3的时阵，准备大学要去考音乐系。伊才去甲高金花，就是迄时台湾上出名的钢琴家学钢琴。伊考调师范学院的音乐系，毕业了，先转去高雄做音乐老师。结婚了无偌久，伊就去日本音乐大学留学，佮转来台湾教音乐、教钢琴，也嘛作曲。迄当阵伊已经有袂少作品，嘛算出名。后来因为厝内经济问题，因全搬去美国。伊伫美国的时阵，改编袂少原本伫台湾的出名的歌曲，也嘛写袂少新的作品，像出外人甲点心蛋的歌词嘛，拢伊家己写的。伊嘛甲林永敏写的毋通嫌台湾
第二局写的游子回乡拢写做歌。1980年的时阵，萧泰仁甲柯培良因为写出头天进行曲这条歌，伫过去抗议游行的时阵时常咧唱，因就互政府列入去黑名单内底。萧泰仁一直到1995年才去回来台湾。若要听萧老师写的作品，伫线顶有足侪找到的无同版本。我是读到李成元写的文章，我才知影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这条歌伫台湾有遮尔侪人喜意。2028政治受难者张七龙，伊新竹人，是医生，先互人请去花莲枫林服务，伊伫遐佫开办学校。结果2028的时阵，伊甲伊两个做医生的后生，拢做伙伫枫林互人枪杀。张七龙的某伫因先生甲后生拢过身了，时常拢唱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这条歌，所以伊的子孙后来嘛逐当拢会唱这条歌来纪念因。林义雄的太太彭淑敏嘛讲过，伊是后来熟悉美丽岛受难者家属，做伙去唱着至好朋友就是耶稣的时，伊得到安慰，嘛无够有怨恨。后来彭淑敏就甲因原本住的迄间厝摕来起教会。1982年的过活节成立义光教会。所以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这条歌，互真侪台湾受到政治迫害的基督徒得到安慰，有伊特殊的意义。李登辉的追思会嘛是放这条歌。圣诞节要到，台湾的圣诞节是愈来愈热热，大家城市拢有活动，上无嘛拢会采圣诞树，也是暗时点灯火。这几天真侪人拢会特别走去邦桥火车头遐看遐圣诞布置。毋过这活动甲宗教信仰无啥有关系。若是按照旧年的统计，全台湾的基督教徒伫这2冬受减少，尤其若算去聚会参加礼拜的人数，大大细细斗起来差不多80万人，这还无够台湾人口的4%。所以愈来愈侪圣诞活动是娱乐性质的商业活动。毋过我认为无论是有信教也是无，这天拢是甲朋友甲亲情联络聚会的好日子。我先讲到这，今日的内容大部分拢伫李成元的文章，这篇是伫历史台湾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2期会当看到。大家若要知影佮较详细资料，会使去找来看。顶礼拜有讲到顺风耳，我讲做顺风耳，迄字应该从梦耳念做耳，顺风耳真歹势。你若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我讲，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戚好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给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介内底有 ECPay 的连结。祝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